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无想要开校的阿君，我是有想要放假的阿苏，我是逐工拢无困饱的阿酸。热死啊啦！我又搁转来台中哦。是啊，时间过了足紧的，我美好的歇热就安尼结束啊。甲宜兰比起来，遮的日头嘛伤过一个钟啊啦！我拢晒甲像鸟仔巴咯，乌搁大。你安尼讲乌，你这个北部人竟然伫阮两个南部人面头前讲乌，你讲有礼貌哈？好，看起来我真正比你搁较白，我点好啊。恁两个莫伫遐容貌焦虑啊！最近学校的成绩拢出来啊，恁敢有去查过啊？拢出来啊！成绩单寄啊未？毋知影我即礼拜转去的时阵，敢袂使先阮母啊一步去拦截啊？我有查过哦，想袂到顶学期选的文化资产导览的分数竟然袂歹。我第一摆做导览，紧张甲，老师可能嘛有参一寡同情分数互我啦。真正哦，我即摆来看到底偌济，无得卡老师嘛有互我一寡同情分哦。讲到即个文化资产导览，拢是你啦阿君。当初安尼乱磨硬泡，甲阮捡去修课，结果即节课竟然需要实体去做导览，害我是烦恼甲食袂落，困袂好。好你加在，最后阮拢通过啊。对啊，你讲到这我嘛有同感。你讲咱即阵语言组的，毋乖乖啊上家己的课，是安怎要去选迄个文化组的课呢？差一点仔要甲家己母死啊！冤枉啊，两位大人，我哪会知影需要实体去导览啊？我想讲，陈树贤老师伫外口导览界的名声是互人学了甲会搭志的呢。像伊一节课真贵，啊，阮迄内底就有这位大神，为虾米无爱啊？搁再讲，恁两个未来是要做老师的呢，本来就是爱去外口抛头露面。我想讲，若是有这个机会，会当当作练习啊，会当替咱的未来前景做一个练习。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讲甲遮尔水，我阁爱多谢你全方面的考虑咧。当初毋知是啥物人去甲我拉讲要期中替选的啦。好啦，你嘛知影，我就是讲咧尔啦。我真无胆，真毋敢真正去替选。但是想袂到的是，做一位导览员是遐尔无轻松的代志呢。讲啥物笑话？针无双头来，人无双条在。你当作是每一个人拢会使物件撒来就介绍哦。嘿咩？阮咧做一件代志，后壁拢有真大的学问，啊，搁爱付出真袂少的心力，才会当成功的呢。好啦，算我毋对。恁两个人一人一句甲我讲，我知影恁两个怨气真深啊啦。紧转来今仔日的主题，就是来讨论一个有关导览相关的知识。知识哦，知识较小等的啊。恁敢阁会记得咱规班去台北参观的时阵，有一间庙的庙方有提供两个导览人员互咱，是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的，甲咱规班分做两边，分开去小界迄边。我会记哩，讲到迄场导览，我真正是，拢毋知影要讲啥啦。拜托诶，导览人员讲话真细声，而且咱这边才几若个尔，伊竟然阁有法度敢若看一个、两个安尼咧小解，我感觉吼真正是有够含的啦。对啊，我看后壁，毋但听无小解的内容。而且呢，阁失去导览人员的眼神，敢若我是外口的游客，来遮偷听恁的导览呢，感觉真无好呢。对顶悬讲到的遮，咱会当看出来，身为一位导览人员，上基本的就是爱注意所有应该是你的听众的人员，而且爱对环境的无同去改变你的声量。对啦，
像阮迄天伫闹热的庙内底放炮仔的、拜拜的、跋杯的人，有侪种的声音啦，真吵，就需要较大声咧。但是若是进入到室内啊，图书馆、博物馆等等的，就需要较细声，才袂搅扰着别人哦。阿叔，恁哪会拢无讲话，还搁咧戆神哦？无啦，只是我阁有想到迄天迄个导览人员啊，伊摕一本有够的资料呢，阁大派细派、大罐细罐，摕一大堆，致使伊咧小解时，骹手拢真无用。嘿啦，无怪吼，我直感觉伊怪怪，就是安尼啦。思贤老师带咱出去的时，规身躯真简单，只有一个牌仔，就是拢小解有着。所以啊，会当讲，做一个导览人员爱互家己轻便，互家己空间，才有业好好来导览啦。除了恁讲的 body language 嘛，真重要啦。有的导览人员一直咧看手里咧要讲的稿，拢无咧看别人。阁有眼神爱有自信，随时爱注意听众的反应，才会当做出相对上适当的回应。若是一个导览人员无咧管民众的反应，就像教学界内底的三班老师，看天、看地、看空气，目睭内底安怎就是无受众的味啦。而且做导览的爱规划好参观的路线，才袂带你的听众西一个铁腿。阁有爱注意别人无注意到的所在，伫适当的时间去提醒你的听众需要做的代志，亲像安全啊，也是袂使忘，也是翕相的所在，甚至是会使去便所的时间，上好是嘛提醒一下，因为听众无问题啊，导览人员才会当顺利进行落去。听起来真正足像迄家母咧带鸟仔囝共款，是事事项项拢爱考虑过。社工毋是咧，是讲经过一学期的学习，我知影导览是一种多元复合的代志咯，伊有包含教育、艺术、事业、娱乐，也阁有正面的功能。我嘛会记哩，老师有讲到，教育呢，就是因为导览人员爱甲正确的相关的知识传互听众知影，而且爱压缩上精彩，才袂讲甲落落长，互听众无耐心。对，艺术的方面，就是因为会带领大家去参观、去欣赏侪建筑、图片、风景等等的。伫事业方面，导览人员所代表的就是观光事业的发展。看起来你还阁会记哩呢，我想讲你拢无做笔记，想要看你读册，才来甲你笑的讲。你真歹心啊！定定会袂记哩的人是你呢，阁毋是我啊。拄上了，当然嘛会记哩。恁两个吼，真正是愈玩感情愈好呢。导览人员身躯顶爱有真侪功能，但是讲倒转来，这就亲像甲做老师同款啊。学习动机是上重要的，若是一场活动，就干那会当学习，佮爱用真侪体力，一定无人要认真啦。所以导览人员爱安排一寡好耍的活动去互受众体验，也佮有参与，爱互因耍了有欢喜，才会当算是做中学的概念。所以拄则才会有讲到，导览人员嘛有娱乐，也佮有正面的功能。哇，阿酸，你是点点食三碗公半呢？你平常时上课拢伫倒，竟然阁知影遮的？好，恁两个莫冤到我遮来，我知影还佫真侪咧。像老师上课的时阵有小解过，迄庙寺上外口的门就叫做山门，国语是山门，嘛叫做山门、山门。迄是为佛教传入去中原的，分别是空门、无相门和无座门。后来庙寺就拢家当作是一个为着要解开凡间，还佫有神圣的世界，所以本来是用来讲山的入口的。后来因为因的音相外，所以用山门、山门来表示。搁来是真侪庙寺。
孔子庙的菱心门表面拢会用一个一个凸出来的物件，亲像钉仔，迄个物件叫做子骨眼。两扇门合起来，拢总有108粒，是9的倍数。我喙答，请问这位上课内容拢用头脑记的阿君，为什么是9咧？噔，卖个拖戏啊！紧讲。就是因为9是阴阳内底，算是阳数上悬的地位啦。108就是礼制中上大的，会当显示威仪以及尊严。但是门顶的数量，嘛有人讲代表的是天顶108粒的星。哎哟，袂歹哦，看起来是真正有记忆的呢。当然哦，这个知识对我来讲真神奇，所以我拢真认真咧听。讲到神奇，即马时代的变化愈来愈紧啊，真侪物件拢数位化，所以有的导览人员会用白板、手机啊，还有镭射笔做导览的工具。除了会当辅助导览人员以外，嘛会当提悬导览的品质。而且呢，身为一位导览人员，要有专业知识了外，要配合时代的演变，有骨力合适的精神，随时拢爱去吸收新的知识，update手头的资料。恁讲遮的物件，并毋是针对导览人员，应该讲是适合每一个工课。对家己的职业内容要有热忱，伫做代志的时，嘛要有敬业的精神。莫啥物乱七八糟的拢来，上重要的是，就是健康的身体。你讲的阮拢知影。你逐工拢挂咧嘴咧讲，毋管是对阮，还是对迄拍羽毛球的学弟学妹，还是别人，嘛拢安尼讲。对啦，我嘛无讲毋对啊，先要有健康的身体，才会使做任何的代志。落尾讲遐尔久啊，留一寡时间互咱等者，就用顶学期咱导览台中火车站的内容来做结尾。我先来。各位听众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仔日有关台中火车站的导览。新的火车站嘛，就是即马咧用的是第3代，隔壁旧火车站是第2代的火车站。其实呢，第2代的火车站是已经和第1代做一个融合啊，所以才看会到木材和砖仔做伙出现的状况。台中火车站其实为清领时期开始，就为着战争，所以简单甲起起来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发扬光大是日治的时期。台中火车站是用单野金吾、纯野金武的建筑风格。其实伊本人无来过台湾，是伊的学生来的。伊的学生甲老师惯习的建筑方式做伙再来台湾，就是台中旧火车站用的迄种红色甲白色交叉的方式。过来门卡口的特色就是转活角，经过真复杂的测量，才一块一块制造出会当转活的砖仔。讲到日本，就要讲到有关伊的政治卫生的部分。所以伫台中火车站的门口边啊，有一个纳落去的砖塔，这本来是一个水槽。因当初伫火车站头前设置一个水槽，互无论是入来也是出去的人，拢会使简单做一个清洁。过来行入去了后，会当看到的是真大片的玻璃窗仔伫顶头。为着要予日光照入来，一方面是减少对电火的依赖，一方面阁是会当用日光来甲病毒杀死。嘛有人讲，大厅做挑人的目的是为着通风，嘛是为着予病毒袂有生长的空间。讲到火车站，一定就要讲到的是火车。
即马台中火车站旧的铁路顶悬有3只火车，刷落来就互我来替各位做一个小解。光华号是台湾铁路管理局运行的柴油客车之一。当初时为着要庆祝时任的总统蒋中正80岁的生日，台铁就向日本买这种柴油列车，然后选伫1966年总统伊的诞辰纪念日开始运行做礼物献礼。车里阁有挂周总统的相片，车头阁挂一个寿字，代表万寿无疆。伊是咱台湾铁路有史以来头一台不锈钢制造的车辆，所以阁互人号做白铁啊。车顶的服务人员会提供免钱的茶水、点心，阁有当天的新闻报纸和杂志。虽然也未有冷气，但是伫1960年代到1970年代，绝对是旅游和商务人士的第一选择。是迄当时台铁的招牌列车。第2台 EMU 100型的电联车是全台湾第一种的电联车。1978年西部干线电气化第一期完工了后，号名叫做自强号。外观有迷人气质的 EMU 100号，有英国贵妇的称号，真适合王帅王美来遮翕相。虽然伊比头拄仔咱介绍到迄台光华号紧真济，但是因为故障的比率伤悬，而且原厂的零件大部分都已经停产了，所以伊未来并无任何动态保存的相关计划。100型插电机车，这是第3台，这是1970年莒光号的标准牵引机车。原本就是海军拿式，后来因为西部干线电气化了后，才改做大家拢有看过柑仔式，嘛是目前咱台湾铁路管理局内底用来教新的司机员用的教练车，会当讲是代替司机员用来培育新人的工具。说落去，对着时间的演变，真侪物件就寥寥啊，对大家的生活中消失去啊。即马车对着我的脚步，进入时间的溪流内底，去找迄寡已经互人袂记的细节。第一个就是咱台中的铃拿灯，迄当阵伫欧洲流行，甲大自然内底的实物、矿物加入导电的设计内底。这个风潮呢，对日本来到台中，迄时的中区中山路是第一条有铃拿路灯的街仔路，嘛是当时上闹热的铃拿通商店街。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缘故，大部分的铃拿灯甲派当旧设，互日本政府征收，变成一寡军用品的原材料，然后就安尼渐渐消失去。然后就是咱台中火车站内底的这个红砖起的机关车库，伊伫2013年时，伫台中车头进行铁路工程的时，发现台中车站伫日治时期机关车库的遗址，后来使用原地保存的方式，配合第2代的高级车站，还有2018年的新站，互台中车站加做全国唯一的3代同堂车站。1905年，纵贯铁路传统仪式伫台中公园举办，日本的载人亲王嘛来过台中车站哦。吴新亭就是当时为着庆祝铁路开通所建的。过去上早的加票处、卖票口、候车室，拢是用柴头做的，不过即马拢已经互白铁所取代啊。落尾呢，咱就爱来讲到这个台中火车站外口的设计，上特别的就是伊的水果的雕刻。以台湾水果做主题，用对日本引进的楷模印花。这个楷模印花的工法，也互台湾的涂水彩叫做番仔花。用这种方式来制作，会当缩短规个工期。过来是车站主体无对称，后来因为车站客运量的增加，所以进行车站的扩建，甲正边的候车室对外扩建，而且伊的外形呢，嘛是模仿原地车站的模样去起的哦。今仔日的导览就到这，感谢各位的参与，还有聆听，希望后届再会。
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爱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。无毋对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。若是讲想要听更较多的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试落去。YouTube 的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起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啊拍开。爆米花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